我来关心国民党初选的代志。国民党总统初选即马是竞争真激烈，参选人郭台铭今日炮火真强。伊烦恼讲对手的支持者和国民党出现义和团，若想拿赢，无达到中华民国高雄甲立委三赢的局面，就中着蔡总统的计。郭台铭嘛，正是讲本来顶礼拜要签约，买这个南民国桃园队，验过的最后因为不明的政治因素出面，煞买无成。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到基隆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。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进入第3天，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，讲郭台铭更加输韩国瑜9%。韩市长是一个很强的对手，但是我郭台铭也不是没有希望，只有高雄赢，立法委员过半赢，那么总统大选要赢，如果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，国民党从3赢会变成3输。我不希望义和团的事情在现在再发生。今天要想想看，如果说国民党这一次不能3赢，那么正好中了小英的养套杀策略。认为国民党无接受手机的民调，已经和民调失真。郭台铭对党中央真不满。国民党醒醒吧！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们，醒醒吧！你们的命运还剩多久？如果再这样搞下去，你们就是等着被民进党帮你们奸杀。今天中央委员，你们如果要把国民党搞垮，你们就是历史的罪人。郭台铭嘛，正是讲出上关键要接手南民国桃园队，不过最后煞无成。本来我上个礼拜去要签约的，后来有不明的政治人士在干涉这个交易。是郑文灿吗？最后一个我没有讲名字，但是民进党的不当的干涉这些东西呢，确实让台湾的棒球迷一定会很失望。为党内对手到接职棒对郭台铭火力全开，就是拍算要伫民调结束前尽量冲刺。